繼續新聞時間，一個2歲半大嘅尼泊爾籍女童喺油麻地嘅寓所從高處墮樓死亡。而警方事後就拉咗一名女傭涉嫌疏忽照顧兒童。盧卓瑤報導。受傷嘅2歲半女童墮樓之後送到去伊利沙伯醫院搶救，佢送院嘅時候清醒，而女童嘅家人就去到醫院等候消息。警員去到女童所住嘅大廈調查，現場係油麻地廣東道820號大安樓5樓一個單位。喺下晝1點幾，女童突然喺單位墮下，大廈對出嘅馬路留下血跡同一隻懷疑屬於女童嘅鞋同埋髮飾。喺附近店鋪做緊嘢嘅職員話，當時聽到一聲巨響先知道有人墮下，但係對於受傷嘅女童同埋屋企人並唔認識。咁啱有人買緊嘢啊！但係當時係聽到響咯。聽到砰砰聲間響，即係翻轉頭就先知道啊！話有個小朋友跌咗落嚟咯。聽到咁一下，但係又唔知道係小朋友，後尾嗰個叔講先知道。咁啊，但係都好驚啦，驚到啲腳都軟埋啦。消息話受傷嘅女童係尼泊爾籍，同爸爸媽媽住埋一齊。事發嘅時候，女童同照顧佢嘅女傭喺單位內，暫時未知女童墮樓嘅原因。亞洲電視記者盧卓瑤報道。